专辑真的是动用了超多工作人员的，然后我很感谢我的家人呢，就我的头发是我妹妹用的，我的化妆我的小阿姨，然后我的工作人员啊，就是全部哦，每个人哦，除了他们自己过来帮忙做这张专辑以外，男朋友、女朋友、爸爸妈妈全部都一起来帮忙。就我的工作人员是一个工作人员带所有的家人一起来，你知道这是动用的人力超多的，就从专辑的开会开始，然后一直到制作，然后我想就分享一点点我们的幕后花絮，好不好？我们请看 VCR。不会啊，干嘛对不起？好了，我们再没关系啊，慢慢来啊，没关系啊，要不然我觉得今天就对，今天就这样子好了，就我们再找时间。没有，我觉得这样因为你有压力，你也唱好。OK 来了，耶！啊，好开心哦！最好听的放最后一首哎，有个好听吗？会哭？会哭吗？对啊。
声从来没有听过，快乐许多。好喽嘞，好来。不知以后有谁带来我该不能够接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别在杜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应该是第一条歌就是韩国一个刚打新的歌。别在杜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别在海洋的土地上轻易地说你爱上我，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别在杜兰的土地上轻易地说着你爱我，这份感情太过朦胧，我还不能够承受。在破坏来临之前，先别说出口。没有发专辑有没有很好笑又很辛苦？就是有些有可能一般朋友没办法知道的那个工作的状况这样，然后还有更多的，就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伙伴们的，然后很感谢，然后好啦，去唱歌吧。然后唱那个整张专辑最后一首录完的歌曲。如果唱母语是我的罩门啊，唱中文我也不烂啊。可是真的要唱日文哦，就真没辙。然后这首歌一直拖很久，主要是我的发音，怕日本人会笑啊，怎么还有山地口音？都已经说中文有山地口音，说日文有山地口音，糟糕了。所以中间透过很多时间，也透过优卡来矫正了很多发音啊。今天重新再唱，虽然以前唱很长啊，看看有没有现场表演会不会透露出一点点。好，那就带来这首歌 solo。ここに来た頃のあの頃の自分
何も持たずそろそろそろとどこでもなくそこでもなく十分な今日も希望先の空景色は一人の道その始まりはただ白く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人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ここに来た頃のあの頃の自分を思い出している自然な気持ち何も持たずそろそろそろと迷いもなく守りもなくあるだけの時と自分離れた高い空託した夢ここで始まるぞと強く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人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風の行くで透ける雲離れた人今を感じてずっと刻む過ぎる角度の想いの一人の道流れるようにここまで来た流れる